感谢天父上帝带领，互咱搁平安经过一礼拜久的时间。虽讲疫情犹原复杂，恳求上帝怜悯，互咱房产会当搁较大，伫上帝国的来临的过程，享受祝福。咱每一位兄弟姊妹，这时咱来未关心，准备今仔日的主日台语的礼拜，请安静心，请走乐。 因为野花要起来，亲像伫霹雳山深山，伊要收起，亲像伫欺骗的山谷。通做伊的工，就是罕得做工；通成伊的事，就是伊的事。但恁毋通污慢得罪上帝。亲爱的兄弟姊妹，咱即时。 起立来吟圣诗52首，圣诗52首，应光归伫圣父上帝，请咱起立来吟全首。
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请咱三甲做声来读。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勒岛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今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啊，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信徒的相通，做赦免，肉体和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今仔兄弟姊妹，即时咱来启应，请掀开启文第31篇。启文31篇，伫圣诗的后面，启文31篇，也就是诗篇。以赛亚第9章，启文31篇。按照我来启，兄弟姊妹，请做阵来念。迄个捌受痛苦的地，无搁徛伫黑暗。经上帝和天海的路，有咱的和我外邦的家己得着阳光。行伫黑暗中的百姓，看见大光。三天伫死的地，有光照伊。因为有一个婴仔为咱来出世，有一个囝受死咱。伊要负担国籍。伊的名称做奇妙无私、全能的上帝。永远伫地的和平的日君，伊的国境甲平安，要加天无穷无尽。就是伫大地的好做甲伊的国，要用审判公义来建立伊，保护伊，对打到永远。把阮的耶和华的日心要行即个事。即时，咱做伙拍头来祈祷。天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你互阮伫你的十股下面得到平安。伫即礼拜久的时间，阮感谢上帝，你会引带带领，帮助阮会当继续伫疫情严重的过程中间来经历上帝你无比的疼痛。主啊，阮感谢你。因为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你是全能的上帝。主啊，阮搁一遍献上阮的感谢甲恳求，因为阮知影，伫即个时阵，阮真正需要上帝你的安慰，真正需要上帝你的扶持，真正需要上帝你的帮助。主啊，虽讲阮对伫疫情是遮尔啊惊吓、恐怖，而且互阮来体会经验到人的有限，以及上帝你的全能。我搁一遍恳求上帝你即时临在伫阮的中间，来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因为阮知影透过疫情，互阮清楚知影一件事，也就是阮人类过头咧运用你所享受遮的资源，你所创造的大自然，互阮伫遮来破坏。至到阮无得较甲人的中间的关系嘛破坏侪侪，嘛至到阮甲你的关系离开远远。主啊，请你怜悯阮，请你扶持阮，请你赏赐阮有能力开力，继续伫疫情复杂的中间，来互阮看到迄个愿望伫倒位。主啊，阮感谢你，因为你应允阮，阁有一个弥赛亚要来到阮的中间。但即马已经来实现，总是有时阮有阮的丢除，阮有阮的惊吓，阮有阮袂清楚。主你过来时，阮确实毋知是啥物时阵，总是主阮感谢你，阮会当透过甲兄弟姊妹有水阁好的关系，透过阮看上帝话、读上帝话，而且互阮来清楚。知影主你的旨意是啥物？主啊，阮特别为着疫情中间遮个艰苦受苦的遮兄弟姊妹来恳求祈祷。主啊，当阮看到有
得到遮个疫情会病症的遮个兄弟姊妹，甚至失去因的性命。主啊，这都互阮搁一遍感受到上帝你来帮助阮，会当看到为着遮个兄弟姊妹来代祷来关心。虽然阮做无够额，总是主阮搁一遍恳求你来施恩眷顾，伫遮个细心的家庭，伫遮个破病，或者兄弟姊妹的成长。主啊，阮搁一遍恳求你，伫阮教会内面，阮嘛感谢上帝，你眷顾阮所有的兄弟姊妹，互阮伫咧面对着疫情的中间，阮拢伫线顶来自责自悔。虽然阮有做做会无方便，总是阮透过祈祷，阮透过自责自悔，伫线顶悬，阮三角而且为着做做兄弟姊妹来迫切祈祷。主，阮感谢你，互阮的教会。逐项的事工犹原无停困，阮会当伫线顶悬继续有小组团结聚会。我嘛感谢上帝，互阮会当看到阮教会伫更新的过程中间，伫改变的过程中间，整建的工程，阮感谢上帝因带甲带领，互阮的办公室会当对伫2楼的所在刷到1楼的所在，互阮的运动园会当去做一寡调整，即个设备的更新。互阮遮个新的教室伫2楼的所在，伫遮来扩展，伫遮来装潢，伫遮为着过来要社区宣教的遮个事项，阮准备好势。嘛，恳求天父上帝继续保守带领，互阮每一位兄弟姊妹拢会当有宣教的热心，传福音的热心。主，阮搁一遍感谢你恩典满满，阮即个一切拢伫咧即个疫情的中间，阮来完成。阮搁一遍献上阮的感谢，感谢天父上帝嘛，赏赐阮个人每一个兄弟姊妹，互阮事拢共商，拢会当平平伫上帝你的恩典内面，阮得到幸福。无因为疫情的关系，你教阮有做失觉错。主，阮搁一遍嘛，为着遐个病痛，遐个为着经济即个疫情的中间，伫遐拍乱阮的生活。或者兄弟姊妹，阮搁一遍献上阮的代祷甲恳求，求主伸出大权的医治的双手，来帮咱束缚、辅助阮所有相信你的囝儿。主啊，阮搁一遍恳求你来赦免阮，来帮助阮，互阮会当继续甲你好的关系，伫遮来荣光上帝的名。但即摆阮要来用主教示阮的主导文三角出声安尼来讲，阮伫天顶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入教，你的旨意伫遮，伫对恁亲像伫天顶，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阮的人。无伫传阮迄日起，就拯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即时，咱来看一段的圣经节，记载伫旧约以赛亚29章第50到第8节。以赛亚29章第50到第8节。台语汉语本的圣经776页。现着我来读，请兄弟姊妹咱做伙来看。以赛亚书29章第5节，上帝话安尼记载讲：你的对敌的大队。要亲像油的土粉，强暴人的大队要亲像火的粗糠。这个事点仔久，在中间不能临到。第6节，万军的耶和华要用雷鸣、地动、大声、光雷风、大风，甲吞灭的火焰临到伊。一时，
攻击阿里伊的正国的大队，就是一切攻击伊的为所甲好处的，要亲像梦见，亲像美事的异象。第8节，要亲像枵的人梦见得食，到精神的心悠远在空空，也是亲像喙焦的人梦见得啉，到精神悠远野生想要啉。正国的大队甲锡安山交战的，也要亲像安尼。以上愿上帝的话来帮助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即时咱来赞美，请咱兄弟姊妹来听圣乐队的赞美。哈利路亚！愿一切荣光归于主。亲爱兄弟姊妹，咱即时来看今仔日咱要分享的即个题目有梦想的人生，有梦想的人生，有梦想的人生，有梦的人生有梦的人生有梦的人生，我感觉真好咱有一个面梦，迄个梦就是理想咱常常咧讲你的梦想是什么？你的理想是啥物？当然，这真快。咱今仔日讲到缩较细，透过以赛亚书第29章第50到第8节，其实这就是一段即个对伫人伫现主时实际的即个生活，甲即个咱的即个伫圣经内面所记载的，就是讲你的面梦甲生活，面梦甲生活有拄时啊是一致的。
有拄时啊，毋是一致的，所以咱一个牧师伫遮会介绍。哦，若讲咱会当透过咱一个人，咱真正来分析，为伫理性的角度，为伫感性的角度，咱来看人拢有梦想，梦想的人生。所以有人讲人生是啥物？啊，当然咱真侪人应该应答，人生像什么？人生是什么？人生是啥物？人生就是啥？就是敢若亲像做面包共款。啊，有人讲一晡年久就过去，哦，做面包，哦，每一个人拢捌做过面包，哦，甚至是伫咧遐咱讲啊，即个空的梦，哦，胡白乱想的梦，哦，叫做白日梦，哦，白日梦，白日梦。啊，一个真爽享的人有一遍，伊捡到一粒鸡卵，哇！伊就开始咧想象说啊，我捡到即粒鸡卵真好，我即粒鸡卵哦会当孵细只鸡仔出来，啊孵细只鸡仔出来，这细只鸡仔无得较大汉啊，变成做即个母鸡哦母鸡，哦啊母鸡佫生真侪卵，啊佫有真侪细只鸡仔大汉了，我就会当去甲这鸡仔卖真侪钱，啊买一只羊仔，啊羊仔会当卖掉，佫换牛啊。哦，安尼我有一天有真侪牛啊，吼，我会当成做大富翁啊，好野人啊。啊，迄个时阵吼，我会当佫娶一个细姨啊。哦，伊安尼伫遐咧想，啊，真欢喜，真快乐的时阵，伊的太太入来，我问伊讲，啊，你咧欢喜啥？哦，伊讲太太，我甲你讲，将伊的计划，伊做的遮个梦，讲互太太听。太太听了后，真正生气啦，就迄个灯摕起来，怎甲弄破，讲我袂当，互即个祸根存留，袂当互即个卵留落来，因为安怎？伊互即个我的先生胡白乱生气啊，哦，胡白乱生气。即个兄弟姊妹，虽然是一个笑客话，但是有拄时啊，咱拢会讲一句话，讲有梦安怎？有梦通水啦，有梦做咧。当然无问题，有梦通水，但是有拄时啊，咱常常就敢若亲像咱今仔日看到的即段的圣经节内面，哦，第7节的后面有讲到，想要安怎？想要就是喙焦的时阵，伫迷茫的时阵啊，得到饱，但是安怎？精神的时阵，犹原想要啉啦水焦，哦，即个感觉，哦，咱伫梦的内面，咱就会当实践咱。无法度达到的事，或者是讲还未完成的事，所以暗时啊做面梦，有人是日时做面梦，哦，所以每一个人的面梦拢无相款，哦，所以圣经内面有记载真侪人做面梦的故事，哦，譬如讲约瑟，伊是一个真够做面梦的人，哦，伊面梦讲啊，伊互兄弟安怎出卖。哦啊，地教伫遐，到最后伊的面梦，甲互兄弟出卖地教，伊怎啊伫咧即个埃及的所在，伫遐受尽一只的迄个过程。哦，但是伊会做面梦，伊嘛会当啥？伊嘛会晓解梦。哦，所以因为约瑟解梦得到救，而且伊真做宰相，所以咱知影啊，最近即个小组同课拢咧查考。哦，查考即个创世纪嘛，差不多拢到，要到即个约瑟的故事啊，所以大家兄弟姊妹，你就会当清楚知影，约瑟一生就是一个面梦啊，做梦的人生。其他比如讲雅各、法老，哦，因拢会当有真好的梦，啊，佮有真侪做迄个会当解梦的故事，互人解出来。所以无论是安怎，亲爱兄弟姊妹，人的生活。咱甲咱的即个面梦脱离不了迄个关系，所以人生其实真正伫咧活伫咧真侪的面梦的中间。有时迄个梦真长，有时迄个梦真短，有时迄个梦醒起来，有时拢咧做空的梦。所以，亲爱的姊妹，无论安怎，迄个梦。咱做的梦，有拄时啊，咱其实看是拢真短，哦，是变化无常的，哦，是伫咧即个空虚的环境内面，啊，伫迄个空间内面，咱做的遮个梦，充满欢喜、受气、悲哀、欢乐，哦，啊，悲欢离合，哦，做，互咱人真正
就敢若亲像梦伫咧梦境的中间，啊，伫遮安怎一世人过一种迄个梦想的日子。当然，若较积极的人，有迄个梦想，迄个梦会当安怎，会当来实践，会当来实现。我感觉是真好的一件事。哦，迄个梦会当来实践，会当来实现，哇，迄是真好。现在兄弟姊妹，伫遮我毋知影咱有啥物款的梦。阮即个当然做面梦的梦，以及一个理想顶悬的迄个梦。我想咱的教会永远嘛有做做的梦，伫咱一个牧师甲兄弟姊妹咱做阵来分享。好，今仔日头一点要甲兄弟姊妹来分享的是梦是啥物？咱拄则讲遮济遮济遮济，咱来看梦是啥物？面梦的梦，梦是什么？咱来想看觅。医学家伫遐当然来解说，梦就是伫咧困眠的中间，伫困眠的中间，咱的脑部会活动精神的即个现象。所以咱咧困毋是完全拢困去啊，咱咧困就是敢有深有浅。哦，所以咱伫咧迄个困眠的过程，脑部其实悠然会有活动，部分伫咧遐咧活动。所以人伫咧困眠的时阵，迄个大脑会当讲皮质啊，吼，就伫咧遐主管。哦，管即个判断推理的即个活动的部分伫遐来休困啊。哦，较基本的迄个功能悠然也要继续活动，所以伫迄个活动的过程中间产生梦就走出来。哦，所以伫历史的顶悬，其实有真侪的看法，对伫梦，咱做面梦的即个梦，无共款的解说。哦，来，咱来看，头一个解说是啥？咱做梦就是启示，我相信这是甲咱的信仰真大的关系。伫圣经内面所有的咧写的，即个做面梦，大部分超过90%以上拢是啥？拢咧讲上帝启示来到即个先知的身上，来到某一个兄弟姊妹的身上，咱透过启示，当然启示咱就讲我有做一个梦，上帝甲我启示，有无？咱伫现主时以外是。有人讲，伊真高，会晓做梦，哦，迄个梦上帝拢会甲启示，哦，啊有人讲，不哩遐准哦，哦，上帝启示我，不哩遐准哦，啊，其实这是咱爱个思考的啦，哦，牧师无要做评断，但是咱要注意，透过启示，哦，即个梦，哦，的解说透过启示，哦，所以上帝的旨意，哦，所以上帝伫即个圣经内面。有侪人伫遐来启示，玛利亚启示，约瑟启示，哦，侪人伫遐来启示，东方的博士启示，哦，嘛外邦人启示，法老王，哦，巴比伦王，遮个梦，哦，所以做即个梦真特别，哦，做即个梦真特别，这是咱用即个信仰的角度咧体会咧经验，哦，这当然可遇不可求啦，哦，愿主来帮咱，哦，咱伫遮看到第一个是启示，哦，梦是啥物？即个专家研究出来，头一个好。啊，第二个来看，哦，是一种肉体内在脱界的表现。哦，肉体内在脱界的表现，意思就是你有真可能看病，哦，啊，可能有一寡即个拢定定咧做奇怪的梦。哦，啊，做起来了，影响到咱的精神。哦，好，搁一款，一种内在对水甲神的追求。哦，无得较遮的是对艺术家，比如讲你音乐家，透过迄个日时伫遐咧研究音乐，哦，分析音乐，暗时啊，伫遐伊透过面梦伫遐来安怎？伫遐来展现哦美神的追求。哦，有人定讲我做一个梦，较紧起来，起了开始作家务，开始写，就是这个。哦，就是这个。好，过来，面梦一种灵感，创造咱的启示。哦，拄则讲，哦，即个音乐家也好，画图家也好，吼，也是设计师，哦，也是讲即个咱进前嘛，捌邀请一个讲员，青少年团结，邀请一个讲员来，哦，迄个讲员讲伊设计迄电脑晶片啊。突然，上帝互伊望到即个影像，就较紧起来，草草的设计，哇，真正完成。哦，这就是啥？创造咱的启示，灵感的启示。来，佫有一款精神的作用。
然后夜有所思，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讲对，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逐工拢真哦，比如讲吼，我真需要一间房间，哇，一间厝摕，开始暗时眠梦，足侪风强就来了。所以这就是共款，咱有看到一种精神的作用，一种精神作用。所以伫遮咱看到即个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讲梦是日时失去的hoặc是伫暗时咧困的时阵，会真好的补偿。咱可能有梦，迄个眠梦伫日时咱无法度完成，但是伫暗时咱伫眠梦的过程中间，哇，咱就安怎？咱就喙笑即个喙角安尼笑眯眯安尼展现出来。所以这是即个哲学家安尼讲有一个心理学家叫做弗洛伊德，伊讲梦是愿望的达成啊，愿望的达成。我感觉对，较是有影。较是啊，所以做梦的眠梦的即个梦是反映咱人的心内面迄款的期待迄款的等待，迄款的欲望，迄款的情欲、印象、惊吓，真多的物件。所以有人安尼解释，真趣味。有人安尼解释讲，你若做眠梦得到财产，表示你真艰苦。你受过经济的压迫，需要金钱。所以做眠梦甲即个你的即个情人谈恋爱，表示你较无迄个爱情。也是讲做眠梦梦着意外死亡，也是破病。无得较是表示讲咱心内面有犯罪啦，也有即款的感觉。做眠梦有火烧，表示家己有即个真强烈的即个欲念。却惊人受威胁来犯罪。做眠梦，伫遐甲死去的亲友伫遐来讲话，表示啥？你怀念因。做眠梦伫遐丢除，表示咱欠缺自信，烦恼将来。做眠梦梦着迄个旅游，表示讲你真毋茫脱离迄个现实。做眠梦伫遐来成功有名，表示你有真重的自卑感。做眠梦互人关起来，表示你安怎真惊吓、挫折。所以弗洛伊德伊解释梦有伊另外一款的说明。甚至伊认为讲做眠梦的上顶其实有无共款的意识形态。所以做眠梦会当互咱反映人生。所以因为拄则我开始讲的，人生就敢若亲像梦共款。亲爱兄弟姊妹，真侪人一生拢会听讲真意外讲我做梦，我做着啥物梦？甚至是我着迄个方向来完成。比如讲，少年的时阵，你想要梦啥物？果然你做的梦就得到的。真侪人做即个怨愤的梦，偏偏迄个真无好的梦，咱讲噩梦，其实真侪咱的一世人的中间，噩梦做无好的梦，比做好的梦安怎较侪呢？根据统计啦，医学的统计。有58%的梦是无如意的，有28.6%的梦，才是真欢喜的内容。所以有人掠即个甲梦甲事实颠倒摆。梦着无好的兆头，表示有好的兆头。梦着即个水梦，就安怎美梦就表示安怎歹的代志要来。这真奇怪咱人就是遮趣味。所以无论是好是歹。既然做眠梦，拢会藏伫咧心内面，对毋对？拢伫咧藏伫咧心内面，就毋茫讲对即个梦来判断，对你未来到底是好还是无好？即件事我做人了后，甚至到最后有无？亲爱兄弟姊妹，咱会当通知影，迄个伫圣经内面有真侪的记载，嘛是安尼来讲。巴比伦即个尼布甲尼撒王做一个无好的梦，结果天光了后，伊竟然袂记的。但是伊心内面伫遐真无欢喜、无快乐，要求全国的即个特殊伫遮来解说伊梦的内容，为伊解梦。结果无一个人会当解梦，所以国王打算要将遮个人甲杀掉。伫遮，但以理听到即个消息，伊自告奋勇，祈祷上帝，得到启示来解梦的意义出来。所以王听了后真欢喜，就甲升官。
哇，解救真侪人哦。所以伫圣经内面即段故事的记载，其实佫有真侪咱透过做梦的目的。当然，毋若是敢若圣经记载安尼写讲，上帝透过梦启示互咱，互咱会当解梦。伫即个世代，咱爱佫较认真注意。咱当然有做真侪无共款的梦。咱若对信仰的角度，伫遮咧思考的时阵，牧师嘛邀请兄弟姊妹，咱爱特别爱经过安静祈祷。无有拄时啊，咱定定做真侪无共款的梦，是甲人定做的梦。咱若看有真侪即个世代，咱伫看的遮个侪消息，也是讲，譬如讲先知的预言，这毋是无好，这是真好。牧师嘛真毋茫，我会当有即款的能力啊。真好啊！兄弟姊妹，若有啥物款的代志，牧师伫遐透过祈祷、灵修、安静、上帝启示，甚至做梦，甲兄弟姊妹解决真侪或者问题，真好啊！是毋是？总是可能上帝无互牧师即款的即个恩赐，或者是讲互某一个兄弟姊妹有即款的恩赐，但是佫较重要的是，上帝要透过遮个来帮助你我有啥物款信仰的体会甲经验。当然，这是一款的提醒，但是佫较重要的是啥物？亲爱兄弟姊妹，你有感受到？佫较重要的是啥？即说你一感觉伫即个所在，上帝甲咱启示，你勇敢讲出来。但是安怎，并毋是安尼的时阵，所以咱真正爱注意，真正爱注意。所以即个做梦面梦的即个过程，愿主来帮助咱，愿主来帮助咱，真好。过来，咱来看第二个。梦咧表示啥物？梦咧表示啥物？伫圣经内面的记载，咱对圣经内面的角度来看，当然咱咧讲的迄个理想梦想，迄是另外一回事。人因为有梦想来安怎来完成嘛，来佫较水，迄就另外一回事。佫较重要的是，咱来看一下梦表示啥物？梦表示什么？梦表示啥物？亲爱兄弟姊妹。梦表示啥物？来，第一点，咱来看，虚空掠影，虚空掠影，空虚空掠影。咱知影所罗门王，伊这就是对梦有真正真清楚。所罗门王伫晚年的时阵，伊感慨，伊感慨，伊安尼讲，虚空空虚的人，虚空虚空的虚空，人伫日光下面着活。心真忝，伫咧伊一切的劳碌顶悬，得到啥物呢？后来伊讲，后来我观看我的手所经营的一切事，甲我劳碌所成的成功，世人知影这拢是空虚，拢是掠风。伫日光的下面，拢无有利益。传道书第1章11节，安尼记载讲。所以。梦表示啥物？伫圣经内面记载，特别伫所罗门王的即个时代，伊讲梦有人形容伊就是安怎，就是敢若影共款，一个泡泡，泡泡真水，细汉咱总真爱耍，迄分落去泡泡就飞起来，但是伊到一个程度就安怎，嘣一个破去。有一个故事，汉城的奥运会。有一个加拿大的选手强森，伊破世界走100公尺的纪录，得到冠军。伫迄个时阵变成大英雄。过来后来伊真做真好嘢人，伊真欢喜，计划讲转去到国家了后要安怎样运用时间去旅行，去旅游安尼。伊真欢喜做一场真水的梦。后来咧，后来即个国际奥会宣布伊因为拍迄个兴奋剂，取消冠军的资格。迄个梦有无？无去啊！拢总无去。亲爱兄弟姊妹，即个故事虽然以前我伫加拿大听过，但是安怎？这就是啥？这是咱的人生有拄时啊，嘛是安尼。真侪人打拼努力一世人的奋斗，功名成就，最后。悲惨的下场，就敢若亲像做一个面梦安尼起来，我犹原是安尼呢，犹原是安尼。咱
上清楚的，就是咱看到啥，看到咱即个当然世界各国拢有啦吼，咧玩即个六合彩啊、大家乐啊，是讲即个彩券啊吼，等等吼，真侪人逐日签拢真毋茫讲喏。 咱拢敢若听到消息嘛吼，说人着几若亿吼，今仔日开几若亿出来，一个人得着哦，真兴盛哦，做面人讲我嘛来试看卖，嘛来试看卖，但是最后拢是空虚。所以伫今仔日咱看到以赛亚书第29章第8节有清楚安尼记载讲，恁要亲像枵饿的人，伫遐伫做面忙内面食饭食甲真饱，但是伊原醒起来是安怎？腹肚枵。 佫亲像喙焦的人共款，伫做面梦的时阵啉水，游完醒起来了后，安怎真喙焦？亲爱兄弟姊妹，这就是啥？这就是咱咧讲的迄个空的，求主来保守帮助咱。哦，虽然会做，但是安怎？咱醒起来了后，迄个情形咱爱调节，咱爱调节。虚空左右，空虚。好，佫来，梦标是啥物？ 毋是讲咱做梦，即个梦伫咱的一生内面代表的是啥物？是变化无常哦，定定在改变，哦，定定在改变。哦，有一句俗语讲，讲3年的水安怎流喺东边，啊3年的水佫流喺西边。哦，表示讲安怎即个兴旺啦吼，衰败哦，拢有兴旺衰败。对不如到宋乡，对宋乡到不如，变来变去，变化多端。 哦，真侪真侪，我定定咧听即个退休的兄弟姊妹咧分享过去或者个真好或者个过程吼，即个丰功伟业，但是到最后拢会讲一句话讲，哎呀，老啊啦，啥物拢无法度做啊。咁安尼，亲爱兄弟姊妹，咱看到的面貌，敢若亲像主时啊，就是安尼。当咱看到的经历过即个状态。 所以求主来帮助咱，最后一点，咱来看，真正好切度。哦，梦表示真正好真正实践起来，实践起来。所以真侪人拢会晓即个做梦过、经历过，用做梦来满足家己的欲望。但是迄个梦就是一瞬间过去尔，哦，会当伫迄个过程得到满足。 比如讲，梦着食一顿好青草，哇，真好哦！突然梦啊，踢者拍者，哇，精神啊！哇，原来我搁咧做面梦哦，所以真学伫遐来实践完成。当然，这是牧师举一个简单的哦，咱无得较会完成，但是迄个完成是咱能力会使。有拄时咱定定做阮能力无法度完成的代志。 好，这是牧师伫遮来解说，到即摆解说遮个面貌，实际伫现实的生活内面。过来，最后牧师要来分享，就是咱基督徒做梦到底是啥物？亲爱兄弟姊妹，你若详细看到今仔日即段经节内面，你就会当看到，这是伫旧约内面圣经的记载，以赛亚书伊真清楚伫遐来说明。 对古早到现主时现在即个时刻，迄个梦，逐个梦，一般的人梦拢共款。迄个梦，毋管是你有信主无有信主，拢共款。但是，佫较重要是，即摆牧师要来甲兄弟姊妹分享，你有啥物款的梦？你有啥物款的梦？ 有一个金恩博士吼，伊捌写过一个宣言啦吼，伊讲我有一个梦 ，I have dream， 哦，我有一个梦，我有一个面貌。有真侪历代的信徒、信仰的前辈，伊嘛写过真侪的即个宣言，哦，家己的宣言也好，也是讲伊的祈祷也好。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基督徒的梦是一款的啥？一款的祈祷。我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我梦见着咱的教会安怎样发展，安怎样衰败，会嘛有可能哦，发展衰败拢有哦。哦，我有一个梦，我安怎样梦着咱的教会要安怎样向前发展？
我相信即款的梦，做兄弟姊妹你我咱拢捌做过，特别是咱的中职同工，哦，咱来看，虽讲即摆疫情遮尔啊复杂，遮尔啊困难，环境遮尔啊无好，哦，甚至是安怎，甚至是连经济拢有问题。哦，所以特别咱的中会哦，有半出差不多，应该是我有看迄个公文有来函啦吼，几若百万吼，要互遮个弱小的教会伫遐暂时经过即个疫情的中间，我看了后，当然我经过思考，我想咱的教会即摆目前，上帝帮助咱，互咱也有教业，哦，抑阁会当做真侪无共款的事工。我就相信遮会需要吼遐弱小的教会因的需要，所以牧师就无提出来伫中职会伫遐来报告。我咧想一件代志，就是你我咱的教会，咱的梦是啥物？你的梦是啥物？中职兄弟姊妹，咱的梦是啥物？我相信真清楚的一件代志，就是咱咧做宣教，教会存在的目的都是宣教。特别是咱即摆拢用网络咧做宣教，迄个梦是啥物？梦是难以测度吗？梦是变化无常吗？梦是虚空捉影？咱的梦是啥？当然，这是真实际的问题。愿主来帮助咱，会当透过咱即摆看到的，现主是咱的教会咧装潢，迄个装潢就是咧改建，整个咧调整。我拄则伫祈祷会的时阵，嘛有特别提出来。来，毋通讲咱兄弟姊妹，咱看到咱的教会咧即个牧师也是毋通讲咱伫8月份的时阵会当实体倒来，逐个拢倒来聚会。有可能伫咧即个7月12号、13号的时阵，咱当然会做即个调整改变。政府要安怎样来调整改变，毋知影但是咱肯定祈祷内面。即毋通讲伫咧即个8月份无得较伫8月份咱来到即个教会实体的聚会时，当然这嘛是一款的迷茫，对毋对？嘛是一款的梦，一款的期待，一款的愿望。总是你想看觅，咱拄则经过迄个牧师咧讲的，伫世间人的迷茫，人的感觉圣经内面的记载的感觉，拢总共款的时阵，有一个搁较重要的就是。上帝要帮助你我，看到现主时咱的教会迄个发展是啥？感谢上帝，互咱会当看到咱即个发展，也就是才有写着社区宣教信仰生活化，社区宣教信仰生活化。当咱看到咱的社区渐在改变的时阵，当咱看到咱的教会渐渐迄个形态在改变的时阵，咱以前无有所谓的小组，咱即摆开始有一寡小组团结，伫遐来产生，这就是渐在做大的调整。牧师真期待，毋通讲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对咱会当即个整建了后，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牧师真毋通透过网络也好，透过小组实体咧组织聚会，这是真重要，这是真重要。咱要看到即个社区的需要是啥物，每一个小组拢会当有发挥伊的功能。所以真毋通，咱的梦是会当实际完成的。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更较重要的是，咱透过上帝话伫圣经内面的启示。咱即摆咧讲信仰的用词啦吼，启示当然咱会伫迷茫的中间，咱会伫咱的一个愿景，咱即摆咧讲搁较快，迄个愿景会梦的中间来完成，这也一步一脚，这是真重要。所以牧师拄仔用这个7月份第一个礼拜，伫遮甲兄弟姊妹来分享，分享啥物？咱的教会，你的生活、家庭的这段，这三个方向，咱的教会头前在继续往前跑走的过程。当咱看到侪的硬体一直在即个损坏的过程，咱开始在更新。
即几礼拜拢一直咧清真侪咱的遮以前囤的物件，有诶拢真正新的物件，但是拢无咧用。你新的物件囥伫遐拢无咧用，安怎？咱讲拍算，其实毋是咧，其实是安怎？其实迄物件摕起来活拢坏了了去。迄个盒仔内面新的物件，但是20年前、20年前是新的，但是20年了后咧，毋是啊，摕起来坏去啊。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这都是咱需要改变的，这是硬体咱看到的。咱一直咧听一寡物件，过去的物件咱拢我听了，但是伫你的信仰内面，你是毋是旧的物件、过去的物件、过去的制度、过去旧的制度、无好的制度，咱是毋是会当做侪无共款的调整？你的心灵咧，你的面貌咧，嘛是拢共款。咱过去定定敢若做即款的梦尔，你是毋是会当调整？求上帝哦，才求上帝帮助咱，求上帝帮助咱将迄个。过去的即款的思维啊、想法、看法，更新啊，可能无法度放袂记，但是咱爱更新，咱爱调整。譬如讲，无所谓讲道，过去拢兄弟姊妹安尼教，但即摆我爱调整啊，因为网络的时代，因为疫情的时代，我爱调整，我爱看，咱教会有2个镜头，一个是 FB， 一个是迄个。即个摄影的镜头，一个是 OBS 即个镜头，我拢爱看，我看册中啊看，我若安尼看，就看无啊，大家就感觉怪怪，无晓得看伊倒位去。所以这是真重要的，迄个角度、迄个想法，求主来帮助咱。咱今仔日透过即段经文，互咱发现，伫世间的梦咱拢会晓做，但是安怎？但是伫即个属灵的面貌，这是真重要。咱看到咱的教会，咱是一个属灵的团体。属灵的团体就是表示咱实际甲安怎，现实甲实际，甲迄个信仰，咱来结合。这就是一个属灵的团体会当通做。咱有一个梦，迄个梦是真实际，是透过上帝启示来帮助咱。特别是即边咱看到本来。敢若2礼拜、3礼拜的时间，互咱伫个暑假的时间，因为咱有幼稚园，暑假的时间来完成遮个即个改革的过程。但是安怎，上帝竟然透过即个疫情的时阵，互咱的中级负责的同工，较紧想到讲，好啦，咱着安怎，咱着决落去，较紧来做。所以较歹势，拄仔开始前1礼拜时。内府咱州府，内府发伫个即个寄互咱兄弟姊妹，但是安怎？这就是咱看到较紧的来处理、来行来做，互咱的兄弟姊妹感受到咱教会咧进步的过程。感谢上帝，帮助咱兄弟姊妹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相信这就是拢总的方法，毋若是干那金钱的部分、出力的部分，咱拢有。伫个即阵的时间，牧师真感动，有侪兄弟姊妹，因都是用即款的态度来看待上帝国的福音，安怎样来前口走，这就是一款真实际的梦。亲爱兄弟姊妹，牧师真希望咱做阵来做梦，除了世俗的遮个梦，我相信咱一定拢会捌经历过，但是迄个属灵的梦真重要。属灵的梦真重要，这是帮助你我咱的人生安怎样丰富？迄个丰富是伫个信仰内面，也就是咱的主上帝引带带领来帮助咱。在做梦的过程，有缘啥？有缘甲上帝有真水的结合。在做梦的过程，甲上帝有真水的结合，我毋知影，亲爱兄弟姊妹，你有即款的感动过无？愿主祝福。帮助咱每一位兄弟姊妹，牧师嘛有做的梦。当然，我真做一个牧师20几年来，嘛常常做无共款的梦。去到某一间教会，伫遐开始看到迄间教会的成长，会真衰啦。伫即个过程中间，更较需要同工做伙努力拍拼。愿主祝福，帮助咱每一位兄弟姊妹。若敢若有梦同水，
那敢若迄个水的梦，咱继续伫遐来努力完成，那敢若安尼尔。迄个梦搁较重要的是，是毋是上帝甲咱三甲伫地，咱甲上帝会当做伙来完成伊所交托的即个梦。愿主帮助咱，请咱三甲额头来祈祷。听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你眷顾阮兄弟姊妹，你帮助阮兄弟姊妹伫做迷茫的过程中间，阮知影会对去即个人的生活内面的做梦，解说遮个梦，当然阮无得较拢经验过、经历过。主啊，总是阮知影一件搁较重要的事，阮当然拢爱有梦想的人生，但是有拄时啊，阮就敢若亲像圣经内面的记载。遮个梦想的人生，有一日拢要无去，拢要毁坏，拢永远是一个迷茫尔。因为阮无得较伫个阮的生活内面做有着太侪的阻挡，直到阮无法度伫个阮的生活内面的迄个梦来完成。感谢上帝，你来帮助阮，互阮永远伫个世间的日的生活会当。经历侪无共款的梦，总是阮有一个梦想，迄个梦想就是阮毋望上帝，你真正降临伫阮的生活内面，你甲阮三甲伫地，你启示阮伫做梦的过程中间，互阮看到迄个目标，看到迄个意向。感谢上帝，互阮的教会会当成做一间传福音的教会，无论伫网络顶悬。无论伫线顶，无论伫阮日常的生活内面，阮拢会当掠上帝你的旨意，成做阮的梦，来帮助阮甲上帝更较亲密的关系。透过你的话语，而且激励阮每一位兄弟姊妹，安慰阮每一位兄弟姊妹，医治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特别伫疫情遮尔复杂的过程中间，互阮看到世间有真侪的人，因伫遐咧搭喙鼓。因伫遐咧讲因的愿望是啥物，梦想是啥物，总是感谢上帝，你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更较坚定你所想赐互阮的梦，互阮的教会的梦是怎样要往前来跑走，赐福阮山顶所有咧组织的兄弟姊妹、聚会的兄弟姊妹，拢会当有上帝你的梦伫遮甲阮三甲伫地，帮助阮继续头前跑走。来应光上帝的名，感恩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感谢主，即时咱来回应上帝话，请来看圣诗，来念圣诗480首，圣诗480首，请咱起立来念全首。我心大欢喜，主念心边。我心大欢喜，主点心边，虽然的世界那准的天，最上的好事，我心欢喜，求主的国会使我清气，让我爱丰永。主耶稣，上最功劳，那我爱保佑你的路，为我主耶稣，上最功劳，天心来呼吼，心来安慰，你同的好天。
济，只是咱伫万心来奉献，准备伫咱的厝内面，每一位兄弟姊妹伫万心咱来奉献。这是咱迄日来吟奉献的诗歌。这是牧师来报告，请咱来看今仔即礼拜聚会的人数，顶礼拜聚会的人数，来香柏树14位拜三祈祷会3位，无花果树11个，葡萄树17个，橄榄树14个，菠菜茎14个，种子种经济小组10个，来下一页，少年团契12个人，家庭妇女团契12。高中生的主任212人，这是咱这个顶礼拜聚会的人数。来，咱搁来看下面逐团契每一个团契伫线顶周间的聚会，香柏树伫拜二下晡1点半聚会，查考晚下福音，少年团契咱永远是先暂停大家永远伫线顶，而且来互相问安特别差不多咱的长辈大部分拢有去拍疫苗，所以咱嘛要注意咱的身躯，注意咱的身躯，即个过程中间爱休困，爱休困。再来，咱看无花果树10点开始，拜四10点开始，伊原拢咧举行即个查即个创世纪，来下一页。菠菜茎小组甲葡萄树小组一个是7点半，一个是8点，拢伫拜5的时间，伊原查考创世纪。橄榄树小组甲
即个种子小组吼，伫个拜六7点半开始7点半开始，由阮查甫创世纪种子小组咧上课全拢每一个拢有一个主题咧上课即个信仰基础咧上课，来啥伊来，巴林妇女团契拜六7点半，少年团契8点因也是共款拢咧查课即礼拜巴林妇女团契是生活的分享生活的分享真是姐妹要来分享信仰的生活。少年团契聚会查考圣经，查考创世纪。好，这是咱周间的聚会周间的聚会。兄弟姊妹继续牧师阁呼吁你若有要参加周间的聚会，你甲打电话来牧师讲，牧师甲你安排伊小组团契内面是线顶来聚会线顶来聚会来，咱过来看。分会消息这咱疫情的关系，以外，咱照政府的规定到7月12、13号截止拢是3级所以咱教会7月11号拄好以外一礼拜日所以咱今仔日甲后礼拜2礼拜，咱的聚会共款拢伫线顶咧直播线顶直播。好，咱即个第1点、第2点即咱拢继续咧宣传啦共款广告出来，咱就照即个来做总会嘛有下文来互咱伫遮来照遮来进行所以另外请兄弟姊妹保持咱有健康的身躯来用光上帝的名。来第3点，咱的整修的工程已经进入得要后面得要完工的过程木造、油漆、玻璃部分，请继续咱来关心内倒咱会当经过教会，当然你会当安尼影一个来看一个袂当停真久因为咱嘛是爱实名制爱实名制所以你入来教会，伫个教会门口遮咱的侧门遮有一个实名制的，你个试一个共款甲咱去商店共款拢爱知影你伫倒位总是咱会当来关心会当来关心。我较侪时间我拢会用伫个即个祈祷会，甲兄弟姊妹报告，所以咱嘛会当参加祈祷会礼拜日早起8点8点半以及咱即个拜3的暗时8点会搁较详细的说明，咱为遮会来祈祷。好，第4点下晡1点半召开线顶的中职定期的中职会请兄弟姊妹中职同工来参加中职同工来参加。下出日感谢上帝郑鸿辉牧师伊愿会当来甲咱的中间来主持来甲咱主持所以伊要为山区的所在来甲咱遮做直播安尼感谢上帝本来是想讲牧师当因遐做直播就好，但是咱的技术还未遮先进但是牧师伊一定讲会当就是线顶甲咱伫遮来一个助力来助力伊题目是是甲毋是圣经马可福音第8章27节到33节好，这是咱即礼拜来阁有好，来咱来看关怀代祷这真重要。关怀代祷的部分，咱继续为着整个公平关心。第2点，伫厝内面调养的兄弟姊妹，有细汉兄、美仪老师、文德老师杨周兄、玉华姐、一起邱正明丁乐罗金丁弟兄徐建廷同学、林李珠姐妹、黄伟如、曾阿玉段伊的是即个咱拄则祈祷会特别祈祷祈祷秋薇姐后摆许秀英、魏静婷外出的何伟林弟兄一家、伟汉、惠美姐。好，咱遮特别秋薇姐即摆已经伫普通病房按审明仔载出院按审明仔载出院拄则即个即个厝内面的人甲牧师讲阁有翕相落来秋薇姐即摆会当坐伫眠床边气色拢诚好所以咱继续为因来祈祷求主保守带领来帮衬疫情的即个时间无法度去甲病院探访，但是牧师伊嘛会当用网络甲因遮来看来打招呼为因祈祷所以求主保守带领来帮衬咱所有遮的兄弟姊妹。好，即时咱特别为遮的兄弟姊妹来祈祷，请咱三甲出声来祈祷。听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阮特别为着阮伫周报顶悬，或者是无有体命，咱知影各小组的遮兄弟姊妹身躯欠安病痛兄弟，阮特别提出来为因来祈祷，求主圣神来帮衬手术因有健康的身躯，接受治疗过了后有搁较臃肿的身躯。
伫个遮利益进来应用上帝的名。感谢天父上帝，搁一遍，愿将阮所有遮伫病床顶悬、伫病院顶悬有死失，或者是拄仔有囡仔来出世的，遮个家庭的、遮个家长、兄弟姊妹来摆咧阮的感谢甲恳求，求主你施恩祝福满满伫因的心中，嘛，互阮兄弟姊妹会当透过祈祷、代祷的困难，而且继续上帝你来求讨，愿主祝福帮赞。愿搁一遍，安尼感恩恳求奉主的圣名，阿门。好，来，以上，咱来看今仔日的经句，来看今仔日的经句。来，咱来看以赛亚书29章第7节，咱即时来读，来读，第一摆后边读，第两摆后边来。迄时攻击阿利以勒建国的大队，就是一切攻击伊甲伊的卫所，甲苦楚伊的。要亲像梦境，亲像美事的异象，来咱搁读一遍。迄时攻击阿利以勒建国的大队，就是一切攻击伊甲伊的卫所，甲苦楚伊的，要亲像梦境，亲像美事的异象。愿主祝福，帮助咱会当伫即个礼拜中间，咱拢有迄个梦想，看到上帝的启示。帮助咱伫信仰的生活内面，甲上帝搁好。即时咱来念上行513首，上行513首，才咱起立来念。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三甲伫地，互阮会梦的理想，拢会当有上帝的同在，直到永世来无尽。阿门。请坐，会倒。咱伫结束了后，后座了后，咱厝内。